国庆连假搁要来到，对8号的夜晚7点半开始，会有一连串的活动伫台南市府的西滨广场来陆续登场。市长惠特嘛特别伫今仔日一透早就来到广场来恭迎，即摆嘛想要做伙参加活动的众新民。8号、9号2天拢总会有10尊新民来到现场，准备甲大家共同来参与即摆艺术节开幕。即摆透过新民的加持，希望会当互已经遮临破100天的台南继续维持，嘛希望新民保庇台湾早日来摆脱疫情，来迎接众神明的神驾来到我们市府西侧广场，准备今天晚上的传艺这个阵头的这个艺文活动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结合了15个单位，包括10间公庙以及5间学校以及动员了450位的这个人员来做的一个表演。那我们知道这也是结合传统宫庙文化以及现代的艺文方式，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结合。今天晚上的表演不仅是演给这个线上的许多的这个观众朋友看，也是给现场大概5000位的这个观众来看，更是演给这个今天在座的神明来王爷、妈祖以及众神明来看。那我想说，这是一个表达民众虔诚的信仰，也表达了这个艺术，也表达了宗教，也表达了历史，也表达了现代做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的结合。即摆艺术节开幕活动，结合台南各所在的传统民俗技艺，透过厉害的表演阵容，甲台湾传统的顶头文化搬起伫舞台顶。对8号夜晚开始的国庆连假期间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到永华市府西滨广场来参与各项的艺文活动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